应该差不多了吧？原则上不能，我们没有那么多放大镜让你们跟着车子跑。好，所以既然是比赛，我们跑，所以你提高效率的话，零件，你的零件掉了，赶快零件上。有没有？光的能量，所以太阳光，待会我们变成说，现在不得不启动了倚天备案，所以我们待会是由拿着电灯泡的光去照，所以你待会就是才会有比较多的太阳能发电的这种。然后将热水保存在，长期使用下来是更加便宜的。开始，啊，怎么了？哦，真的很早。坚持高举。冲啊冲啊冲啊！这个我会晓啊啦，我。赞，我给你按赞，为着要让咱的囡仔伫暑假期间哦，会使多样学习，而且关怀着咱的这个环境，啊，有更好的这个观察力、实作力哦。所以咱伫暑假期间有开着4个夏令营哦，包括有咱的这个绿能，包括有咱的食农教育，以及咧咱关心咱的这个海洋哦，减速海洋的相关的一个这个课程哦。啊，最主要就是希望学生透过呢做中学、学中做哈，会使增加伊多元化的这个学习哦。这边太阳能就是光照到它就可以让这边动，然后这个铝箔纸是要让光反射聚集到太阳能板上面，让它开得更快。